你以為人老咗最緊要細銀行入邊有幾多個零錯？你以為捱到65歲退休就自然有得彈？錯！你以為千反低錢留返一筆俾仔女就叫做有交代？錯到離譜！你以為晚年最大嘅安全感細一本厚到揸冇試計存摺？我話你聽，真正啟出糧唔細你冇錢，細你吉本存摺越嚟越厚，但你個人越嚟越薄，厚到可以買一層樓，薄到連自己中意食咩都答唔出。喂，大佬，你今年幾多歲啦？60、65、70？我問你一條問題，你冇好即刻答我，你認真審。由你出世嗰日開始到今日為止，你有冇識過連續一個星期每日只做自己中意做嘅嘢？對冇，一次都冇。咁我再問你，假定你成日話齊低先，咁嘢你等到今日，等到幾多遠仲未做？想去日本睇櫻花，等咗20年；想學畫畫，等到手指開始震；想同老伴去一次歐洲，等到佢連自己個名都寫唔出；想食一次米芝蓮，等到胃切咗一半；諗住條徑裙影相，等到條裙掛直衣櫃入面發黃。你成日話遲低先，你有冇諗過人生根本冇遲低呢？兩字只有而家同埋太遲。你底下食深水埗嘅唐樓入邊有幾多位阿婆阿伯，成日對住牆壁食公仔麵，隨啲冇西冇錢，隨啲銀行簿入邊隨時有幾十碗，但係隨啲話留返低錢傍身，經遲低有病要用，於是佢哋一世人都戚等有病，等有病嗰陣先肯用，等有病嗰陣先捨得。我見過太多。我見過一個阿伯姓陳，直茶餐廳做咗40幾年伙計，每個月人工得個第千度見股。幾個仔10歲嗰年，佢冇買過一件新恤衫俾自己。老婆想去一次澳門玩2日，佢話等我退咗休先啦。退咗休有時見有錢，結果呢，佢64歲退休，65歲確診肺癌第4期，66歲走咗。臨走前一日，佢識側遠長道，捉住老婆之手，一句嘢都講無出。老婆喊到眼腫，話阿發，其實我冇想去澳門，我只係想同你一齊食一碗雲吞麵。你話等退休，等咗40年，我哋連一佢坐低食一碗麵嘅時間都冇。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就係，我哋講人生最好嘅嗰幾十年，買咗俾一份冇中意嘅工，然後講剩返嘅時間攞去經冇錢，經有病，經仔女嫌，經人講閒話，經使作為後悔，經享受是一種罪過，經到最後連呼吸都要問，個人先咁心底。你話悲無悲哀？我而家好認真同你講句，前世用嚟服唔你條命嘅話，唔使用嚟鎖住你個魂嘅話，你辛辛苦苦捱咗幾十年，如果最後吉本存摺只係變成你仔女爭吵嘅籌碼，你就係俾前言隔離講無勢理，你只係幫銀行同律師樓打咗一世工。你有冇聽過一句話？一個人真正係破產，冇勢你冇錢，勢你有錢，但你無知點樣使先開心。我是一位張太，住籍九龍城，老公走咗5年，3個仔女全部移咗民，一個籍多倫多，一個籍英國曼徹斯特，一個籍澳洲布里斯本。屋企成日得佢一個人，你個屋企好乾淨，乾淨到得人驚，冷氣機掛直牆度，成個夏天冇開過。佢話開冷氣好貴，
我開風扇就得。佢有一部智能電話，細個女3年前留低俾徐啟，佢經世時用嚟接電話。WhatsApp 家庭群組每日有幾百條信息，佢每次點入去，仔細望住個孫仔，低雙流眼淚。個孫仔而家講英文多過廣東話。徐每個月出街2次，一次細去銀行入簿，一次細去街市買餸。赤銀行入面，徐喺姜本部望好耐好耐。個數字每個月都加緊，因為徐敬細食公屋租金補貼落嚟夾低同少少利息。佢有一次同我講，我銀行簿有38滿，我死之前應該用糊晒。我問徐，跟你點解冇開冷氣？點解冇搭的士？點解冇請人陪你食餐？好，徐答我，留返俾仔女啦，取啲食，外國公留辛苦。老友聽清楚，你契仔女直加拿大買契屋，徐啲話值200碗加紙，而你留俾徐啲話38碗港紙。徐啲收到吉陣，可能連買部新車都冇夠。你為咗留一筆契啲，根本抵無上眼契錢，剛自己契晚年，活成一個囚犯。呢個買賣抵無抵，真正雞可憐，無世無，前世有錢都無敢用。真正嘅孤獨，唔使一個人住，細情堅屋，企冷氣機都當你細頭明。真正契不孝，無世仔女無返嚟食飯，細你一世人都冇教時，自己點樣快叻？你自己都無時享受人生，你點樣要求仔女陪你享受？真正嘅衰佬，唔使你面上多詛咒，問世你個心冇晒火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心入邊有少少刺痛，唔好急住走。乜個訂閱？因為呢個頻道唔使教你發達，唔使教你問仔女細術，細陪你學試點養殖呢個世界剩返計幾年、10幾年、幾十年入面，活得出個真正繼人。如果你都覺得人到晚年唔應該再對自己咁刻薄，就請留言，括打一句：我想為自己活一次。當我哋繼續講，我想同你講另一位女士嘅故事。呢位李姐68歲，退咗休10年。佢老公8年前中風走咗，仔女2個，一個嫁咗人，赤灣仔住，一個做工程師，搬咗去新加坡。李姐一世人做小學老師，教書教到60歲，隨由24歲開始教書，教咗36年。每日6點半起身，煮早餐俾老公同2個仔女，返學校教書，放學改簿改到11、2點。娶老公在生嗰陣，娶晒一個好乖契老婆。老公中意食蒸魚娶，就日日蒸魚。老公中意早瞓，娶就無敢開電熄。老公無中意娶化妝，娶連口紅都冇搽過幾次。老公走咗之後，徐粉咗赤腸到3個月冇出過門，仔女以為徐傷心得志，攞咗好多鎮靜劑俾徐。其時佢細赤腸道審一件事，原來我唔知我自己中意咩。你估冇到啊？一個66歲嘅女人，成世人做人哋個女，人哋個老婆，人哋個阿嫲，人哋個老師。突然之間，你叫徐做返自己，徐竟然冇事做。徐審咗3個月都審，冇出自己中意食咩，因為由細到大，飯台上邊嘅熱都係屋企人中意食開。我聽到呢一段嘅時候，我心口好痛。呢個世界最殘忍嘅事，唔係你冇得選擇，係你已經有得選擇，但你連自己想要咩都答唔出。李姐後來點呢？其有一日行過灣仔，見到堅華實貼住長者水彩班8堂900蚊，企喺主席門口30分鐘都冇敢入去。點解？因為取審。
900萬可以買幾多斤菜？900萬可以俾幾多次錢個孫買玩具？我而家60幾歲，學話嚟做咩？話到70歲又點？呢啲聲音全部都唔是取自己嘅聲音，是取阿嫲嘅聲音、那老公嘅聲音、社會比取那聲音。假日企足30分鐘，最後行返出街，趕住返屋企。返到屋企，隨望住個雪櫃，雪櫃上面貼住張紙，細老公臨走前寫蓋：阿蓮，你要好好照顧自己。佢望住張紙，望咗成晚。第二日朝早，隨返去急件畫室，俾咗900萬。我最中意隨一句話，隨話：阿蘭，我終於明白一件事，我老公臨走之前叫我照顧自己，隨無勢叫我食多低補品，隨勢叫我就返一個我自己。而家取72歲，話咗4年。上個月取契水彩話入圍咗一個社區展覽，取個順直新加坡，影到相片，同取老母講話：媽媽張畫好勁啊，我要嚟香港遞。你底下一張900蚊個畫班，還你一個新區專程探望。你如果講嘅900蚊留返俾隨，所謂用嚟買一杯咖啡。但你用嚟改變自己，須為記住一世。我話你聽，晚年最值得投資嘅，從來唔係銀行使你自己，銀行俾你嘅利息，你死嘅日拎唔走1蚊。但你投資喺自己身上嘅時間、體驗、學識、笑聲、朋友、旅行、美食、競山、健康呢一堆嘢為由你計細胞入面滲出嚟。變成你眼神入面嘅光，變成你嘴角嘅笑意，變成你身上嘅味道。你有冇留意過？有弟阿婆70歲，行路好似85；有弟阿婆80歲，行路好似65。分別赤邊，無細基因，無細名，無細食滅補品。細除有冇肯花時間戚自己身上？肯花時間大朝早吉個日出，肯花時間學一種新嘢，肯花時間同老朋友飲杯茶，肯花時間俾自己一個下午做白日夢，肯花時間打扮，就算屋企得自己一個都打扮。第二嘢全部都係你俾自己嘅利息。再講一個呢個係一對老夫老妻嘅故事，隨地姓吳生71歲，吳太69歲，隨地住直公屋，仔女3個，全部直澳洲。呢對夫婦以前係典型嘅香港夫婦，一世人為咗2個仔1個女，捱到見骨。屋企成10幾年冇裝修過冷氣機，年冇換過。衣櫃入面嘅衫全部係80年代嘅款。舊年吳生突然中風，送去醫院急晚，冇太喊到冤地，好彩救得返，但無聲粉咗直一院長道，半邊身動無道，取望住天花板，眼淚不停流。隨同無太講：阿玲，我有一件事後悔咗成世。無太問：咩嘢事？無聲話：我哋結婚47年。我一次都冇同你去旅行過，你老母走吉真，你想去日本散心，我話冇錢。你60歲生日想去一次台灣食牛肉麵，我話等我70歲一齊去，你退休都幾年啦。而家我71，世間粉赤道，你可能真係要一個人去。胡太喊到成張牆都西晒。之後發生咗一件事。無生返到屋企，行動不便。無太做咗一個決定，隨江公屋租咗返俾房取，同無生2個人搬咗去一間服務式住宅住咗3個月。呢間住宅有企晒設施，有人幫手清潔，有人教運動康復，最緊要係
斥疾於勇，落樓就逝海。每日朝早娶兩個推住輪椅去海邊坐1個鐘，晚上取啲叫外賣，食佢啲以前，無捨得食佢啲，福臨門佢與歌，勇計佢笑我，路與佢電心。3個月之後，無生嘅康復速度快到一生都覺得神奇。醫生問佢：阿伯，你食咗滅補品啊？無生笑住答：我食咗一樣以前捨無得食嘅嘢，我食咗我自己嘅人生。呢個嘢我停咗成個星期都仲喺我腦入面震。食返自己嘅人生，好多人晚年最大嘅悲哀就逝佢哋講自己嘅人生，留咗俾人食，留俾老公，留俾仔女，留俾間屋，留俾份工，留俾社會嘅眼光，最後輪到自己想食嗰陣，餸都凍晒。你有冇失過？出街食飯，個菜端上台吉陣，你唔捨得食好嘅部分，你講幾幣加咗俾嘅信，江魚腩加咗俾老婆，你自己食幾勁幾屁股。你以為呢個叫做有家教是做人，為屋企人設想？我話你聽，呢個唔會叫愛，呢個叫降自己降級。你降自己降到最低，個世界就為用最低嘅價錢對你。你自己都冇覺得自己值得食嘅自己弊，仔女點會覺得你值得孝順？你自己都冇開空調，你孫仔返嚟探你嗰陣，佢會覺得媽媽間屋熱到冇想再嚟。你自己都冇打扮，你老同學聚會家陣，人哋會問你細咪病咗，你自己都冇捨得使錢值自己身上。你臨終嗰日，你急俾錢去，變成一場官司。我認識最有智慧嘅老人家，佢哋有一個共通點，佢哋都好似投資自己。嗱，個投資冇細話，一定要好貴。70歲學游水細投資，65歲每朝行山細投資，搬去一間有窗佢屋細投資，每個月剪頭髮。諗返黑細投資，每個星期同2、3個老友飲下午茶試投資，每年出去旅行一次，就算使去澳門2日1夜都細投資，每日食一頓自己真正想食嘅亦細投資，每日花半個鐘寫低你今日感激慨而細投資。低投資嘅回報率遠遠高過任何一支股票，任何一份保險，任何一個定期存款，因為吹跌嘅回報細你活過。我而家講一句可能為下侵你嘅嘢，如果你今日走咗，你會唔會覺得你有真正活過？你唔好即刻搖頭，你認真審一審，你出世60幾70年，你有冇真正做過一件只為自己而做嘅事？你有冇識過有一日朝早起身，無審仔女，無審老伴，無審屋企契帳單，只審一件事：今日我想點樣過？你有冇失過1年入邊有一個星期係屬於你自己嘅？如果冇，間你嘅轉折入邊嘅低數字，其實係你嘅監獄嘅欄間。你以為你係財主，其實你係囚犯。我唔識叫你撚嚟，我唔是叫你將所有錢一次過試晒，我唔係叫你冇你仔女、冇你老便、冇你健康，我係叫你重新審清楚前世邊個棘工具，前世你嘅工具，冇世你係錢嘅工具。有病梗係要第一生，但你冇好俾經有病呢3個字，將你所有想做契都食晒。錢當然係要有安排，但你冇好做錢嘅勞力，做到臨死一日先發現，你根本冇為自己活過一日。真正聰明嘅晚年，無世越省越怕，而世越省越清醒。清醒咁選擇滅夜世，值得投資；滅夜世浪費。而值呢個世界上
最值得你投資，鎅甲一樣，亦永遠細長。你自己，你嘅身體，你嘅眼睛，你嘅胃，你嘅靈魂，你嘅繼義，你嘅小生，你嘅老闆，你嘅朋友，你嘅心情，真抵嘢。你今日冇投資，聽日就唯有第二個人幫你花斥一院裏面，花斥增產律師身上，花斥你根本無形時期子孫身上。你自己嘅錢，如果最後唔使用食你自己身上，係一種對自己嘅背叛。呢個世界冇邊個為叫你享受人生，政府唔為叫，一生唔為叫，仔女唔為叫，銀行更加唔為叫，竟使得一個人可以叫你，就細你自己。如果連你自己都冇叫，奸你吉條命，就為勁緊溜走，留到你某一日浣斥一院長道，望住天花板計光管，先發閒。原來你成世人四一場舞上演過計世。老友，聽我講最後幾句。你今年幾多歲都好，60、70、80都好。由今日開始，每日花一低時堅值自己身上，去錫一次你以前唔捨得食契早茶，去買一件你行過嗰間店望咗10次契衫，去打比格。你成日話遲低先弱，咁老朋友去識一樣。你以前話我做舞蹈咁，亦學跳舞、學畫畫、學攝影、學煲湯、學打太極、學用電話影片。去搭一次的士，冇好每次都等90分鐘嘅巴士。去屋企附近嘅公園坐一個下晝，望住雪葉飄落嚟。去理髮，去染髮，去搽返少少口紅。去對住個啃化自己一生。阿婆，你今日勁咗壞。阿婆，你今日精神好啊。呢低嘢一低都冇奢侈，呢低嘢細你減咗自己好耐嘅嘢。人老咗最緊要唔使有人計得你，而細你自己冇辜負自己。有一日你坐直茶餐廳，面前一杯熱奶茶，一件多士，一碟腸粉，太陽由玻璃窗曬入嚟，剛剛好落食你支手臂度。你無謂即刻攞電話出嚟影相，你無謂嬸仔女幾時打電話返嚟，你無謂計今日嘅奶茶貴咗2蚊。你自細剛件多士搣開一半，慢慢跟食，嗰一刻你會忽然發覺，原來人生嚟到呢個年紀最珍貴嘅嘢，無世人行嘅術字，無世仔女嘅孝順，無世建屋值幾錢，而細你終於是得一個人值一個平凡嘅早上，好好共享受一杯奶茶。如果由今日開始，你可以將剩返嘅日子全部投資值自己身上，你最想為自己做嘅第一件事是咩？留言區話我知，我等緊你。